經金句句句今日朝日過於，好開心啊！老友記早晨啊，因為咧最近呢個 SG60嘛，所以有一啲個別店咧，一杯冇糖嘅黑咖啡只係賣6角銀啊！琴日咧，阿靚仔牧師又去飲咯，但係啊，聽清楚啊，你只限呢個堂食啊，你打包帶走咧，依然係一包係溝兒嘅。阿靚仔牧師咧偷偷同你講，我年皮高好啊，我就買咗2杯6角銀嘅冇糖嘅黑咖啡。我買咗之後咧，我就用2個自己帶嚟嘅袋咧，自己打包翻屋企俾我老婆同埋我個細仔飲，都係 OK 噶嘛。老友記，你唔會覺得啊靚仔牧師好家氣呢？好少家氣咁咯，為咗慳錢啊，點都要面皮厚厚啊，面皮舊舊啊。好啦，今朝早嘅金句係羅馬書1章16節 A， 我不以福音為恥，這福音本是上帝嘅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再講多一擺下呢個羅馬書1章16節嘅 A， 我不以福音為恥，這福音本是上帝嘅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有一位教會嘅老朋友去中國旅行，佢就喺街邊咧睇到一個布袋呢個裝嘢嗰啲布袋就冇咩特別嘅。但係咧，我老朋友一睇到呢個布袋上邊畫住嗰啲字就寫住靚仔。靚仔大2個字咧，老朋友就即刻諗起我咧，就即刻買翻嚟送俾我。當我收到呢份禮物嘅時候，靚仔牧師一睇靚仔布袋，靚仔牧師一睇靚仔布袋，即刻我就笑啊！我就覺得好有趣啦，啱啦，買啱手信俾我啦。阿靚仔牧師佩戴住靚仔布袋啦，真係名副其實啦，名副其實啊！我就即刻咧影相放上我嘅呢個Facebook，朋友就笑我啊，只有你啊呢個靚仔牧師真係面皮厚厚啊，面皮厚啊，面皮舊舊啊，咁敢放靚仔上網，哎呀真係面皮舊舊，我都自己笑，哎呀點都好啦，笑都要感謝主啦，係咪？靚仔牧師真係面皮夠厚啊，叫自己靚仔牧師啊！我同你講過噶啦，靚仔唔在乎嘅外表，在於心裏啦嘛。所以不在乎別人你嘅價值，不在乎別人嘅嘴裏，最重要嘅、最關鍵嘅，反而係耶穌嘅心裏啊！阿們。所以咧，我面皮厚厚舊舊，就叫靚仔咯。感謝主，就係因為面皮舊舊，我哋就敢為主耶穌咧嚟傳福音嚟做見證啦嘛。老友記，你呢信耶穌幾耐啦呢？你有冇傳福音做見證呢？嗱，好多人話，唔好意思啊，叫我傳福音，同我哋講我係基督徒，唔好意思啊。意思咧就係你個面皮唔夠厚咯，所以傳福音做見證係神兒女嘅生命嚟噶嘛，所以你要先操練自己面皮厚啊，先就係敢出去講咯。先嘅意思就係出去講，唔好意思都敢行出去，咁至會慢慢明呢個面皮會夠厚噶嘛。靚仔牧師其實面皮都係好薄噶，我唔係一開始就咁敢傳福音做見證噶，係10年前開始耶穌感動咗我開始用棟篤笑嘅方式嚟傳福音，上台報道
上台佈道會啦，我慢慢啲咁向嗰啲老人家個人嘅佈道，慢慢訓練自己面皮厚厚，就算俾人鬧俾人笑，面皮都係咁練出嚟，面皮都係咁練出嚟噶。感謝主嘅恩典啊！耶穌鼓勵咗我，都鼓勵老友記出嚟做見證，講出你信耶穌嘅古仔就可以啦。信唔信耶穌係嗰個聖靈嘅工作？同樣啊，今日你已經聽咗幾次粵語金句，或者聽到一排嘅粵語金句，或者你第一次聽靚仔牧師嘅粵語金句，我同你講，耶穌愛你，愛到一個地步，錫你到窿晒，愛到一個地步，去為你釘喺十字架上，替代我哋老人家嘅不完美，因為罪呢，就阻止我哋上天堂咯，返到天父那裡去喎。所以借着呢個信耶穌就恢復同耶穌同呢個天父嘅關係。信耶穌就係你人生關鍵嘅決定啦。老友記，你願意信耶穌嗎？老友記，你都需要面皮厚厚嚟答應靚仔牧師嚟信耶穌啦，好嗎？係啦，信耶穌真正好啊，真正好，來信耶穌真正好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喎，拜拜啦〜